2026車博會嚟到零跑嘅展台，同樣係帶嚟咗全家桶嘅產品啦。咁當然啦，最核心嘅產品有3台，一齊睇下。首先就係展台 C 位嘅 B05啦，其實就係相當於內地嘅 Lava 喺香港其實都預熱咗好長一段時間，熱度係非常之高嘅。今日終於係嚟到咗香港啦。咁同時喺展台咧，其實都擺住2部嘅，另外一部咧就係呢一台 Lava 5，相當於內地嘅一個 Ultra 版本高配。咁大家都可以去實地咁樣對比一下兩部車有幾多區別嘅。新車基於零跑3.5技術架構打造啦，搭咗高效嘅電驅系統，後置後驅嘅佈局，單電機去到160千瓦，力水係非常之足嘅。行駛質感同埋電耗嘅表現咧非常之優異，用料同埋配置咧都係遠超同級別車型嘅。我哋亦都係做咗搶先試駕，可以飛入我哋嘅主頁睇片噶啦。呢部零跑 A10咧就係一個超級入門級嘅一個 SUV， 但你唔好睇佢尺寸咁細啊，其實空間量都係好高嘅。主打就係一個城市代步同埋年輕用戶嘅市場啦，配備咗零跑自然嘅智能座艙啦，支持語音交互、手機遠程控車等功能啊，而且因為睇佢細細部啊，成個儲物空間設計係非常之巧妙嘅，隱藏式嘅儲物架，實用性非常高。有床開司機線或者買高達咁帶翻屋企朋友就有福啦。呢部咧零跑 D99咧就係一個旗艦級嘅 MPV 車型，亦都係象徵住零跑嘅高端化路線嘅。但畢竟咧零跑其實一直都係打緊性價比嘅路線，咁呢一種走高端化嘅路線，大家唔知接唔接受咧？新車咧提供純電同埋增程2種動力選擇，車長超5米，而軸距咧亦都達到3.1米嘅。車內寬敞豪華啦，有空氣彈簧，有多屏聯動嘅座艙。對於高端商務同埋家庭出行嘅需求咧，呢部車應該都係做得比較足噶啦。咁 D99 推出啦，亦都象徵住零跑從性價比市場走向呢一個豪華嘅市場嘅，咁亦都算係品牌技術實力嘅一個集中體驗。